有一位家長同我哋分享，小朋友學咗基礎漢字500才1個月，有一日睇電視嘅時候，忽然之間就將字幕裏邊認得嘅字都讀咗出嚟。當時全家人都感到好詫異，而小朋友自己當然就係滿面嘅自豪。500個字唔單止係字數，而係一個可以運作嘅語言系統。好多人會問500個字夠唔夠啊？其實重要嘅唔係數量，而係系統。當小朋友掌握咗一個語言系統，佢就能夠自己繼續學習。